阿蔡英文总统早起是到木沙的中顺庙参加保仪大夫圣诞千秋的祝寿大典，针对美国甲中国的贸易战牵连到台湾股市，蔡总统认为要赶紧来做基础建设，扩大内需，强化咱经济的体质。来到木沙的中顺庙参拜，蔡总统曾经伫政坛教主15冬，对这并未清楚。高票当选人好不？下场支持者嘛一直喊加油，蔡总统过来走基层，努力拼初选。民进党中央邀请蔡赖定赢，15开会讨论政见发表会，甲初选民调。蔡赖之间是不是再次会面？敢有协调空间？嘛引发关注。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我先去了解情况再说吧。他那个党内那个初选的协调，目前有进展？不可以问。除了烦恼总统初选，即马美中贸易大战无任何趋势，甚至影响到台股表现，为经济发展投下变数。无论是结构转型，或者是建构我们内需，这些或者是基础建设，我们都很用力的在强化我们经济的体质所以无论从内需、从基础建设，还是从投资都能够支撑我们经济持续的成长。拼经济不是干画口号利益，政府拍基础就是希望开会结果努力，让民众有感觉。